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当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啊，你的疼无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过失，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目睭前，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咱来吟圣诗38首，学老全能的主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全能的主上
请咱犹原徛着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息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害，定是个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过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高等稳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听甲受害，来成做愿望的记号。阮是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伫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是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用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真神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文书，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办，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这时，咱要请社青甲青少年团体来学乐，因为学乐的时歌是线上赞美祭。
感谢社青甲青少年团契真水的娱乐。所接咱来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是58篇，伫姓氏后壁面58篇，沿着咱的交通。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比着咱？伊竟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竟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予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敢坐伫上帝正面底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散赤，是危险，还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你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特别台的羊，拢毋是而且的一切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行到有春。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煞，是灵界的统领者，还是权力者，是现今还是将来的，是天顶，还是地下的神灵，还是其他的被造物，这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这是咱同心阿头来祈祷。天阮的爸爸，阮感谢你。主耶稣，阮献上阮对你的懊恼，阮献上阮对你的感谢。我老主，你创造世间万物，真侪阮的帮赞。感谢主，你对着阮生命的引带，阮会当认捌上帝，就是阮一生上界大的祝福甲幸福。阿爸爸，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上帝用你的阳光来光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专心虔诚来敬拜，嘛互阮的祈祷得到你的应允。佮恳求你赏赐恩典，互见若谦卑，佮心内颂扬的人，我靠你拢得到帮赞。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阮有犯罪离开着你的道路，阮亲像迷路的羊，阮常常过头相信家己的计谋，来放纵阮家己的情欲。阮干犯着你圣的法度。应该去做的，阮无去做；总是无应该做的，阮反倒去做。主，这是阮的软弱，阮性情软弱，无力通行好。主啊，求你怜悯阮这个可怜的罪人，阮认罪的求你赦免，痛悔的求你接纳，因为这是你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对世间人所应允的。求慈悲的上帝啊，求你阿罗管顾阮，互阮对待了后，会当有敬虔、公义、善良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这是阮要特别恳求上帝，你是着你的大恩，赏赐阮众人有智慧，互今仔日牧师所讲的，会当成做阮众人的帮赞。恳求上帝，互阮有智慧，会当将阮伫教会所听的，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行出来，成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
来荣耀你的名，嘛，互阮因为荣耀你的名来诚做传福音的使者。阿爸爸，阮感谢你，阮将一切敬虔交托伫上帝的手。阮安尼敬虔的祈祷，感谢拢是用国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第8章第1到第11节。约翰福音第8章第1到第11节。咱念的这个版本是现代台语汉字的版本众人拢转去家己的厝，毋过耶稣去橄榄山。隔日透早，耶稣搁去圣殿，民众拢活来伊遐，伊就坐落去甲因教示。迄时，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带一个妇人人来，伊伫犯奸淫的时，互人掠着。因互伊徛伫中，问耶稣讲：“老师，即个查某人犯奸淫的时，互人掠着，根据律法，摩西命令咱着用石头钉死即款查某人。你有啥物意见？”因安尼讲是要试探耶稣，通找空芳甲伊告。耶稣徛落去。用指头仔伫涂骹写字，因直直甲伊问，耶稣就徛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做人，先摕石头甲伊钉。”然后伊佫徛落去伫涂骹写字。因一个听到这个话，对楼的开始一个一个溜出去，剩耶稣一个。迄个妇人人还徛伫遐，耶稣徛起来，甲伊讲：“妇人人，因伫倒位？无人甲你定罪是无？”伊应讲：“先生，无。”耶稣讲：“我嘛无甲你定罪，你转去，以后毋通阁犯罪。”愿上帝祝福听咱伊的话，过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诗班来学老，因为学老的诗歌是“我心学老上帝”。
即时咱要请牧师来正道，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互主同价赎回的人”。两位兄弟平安。咱真感谢主，互咱会通恢复真正常的礼拜。会通，我相信大家人会通伫个礼拜内面，安尼彼此看见对方，这是一件值得咱欢喜的代志。互咱会通安尼伫礼拜了了，佫会使彼此来伫遐安尼三角拍招呼，吼。这是咱伫咧规个礼拜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事。因为礼拜毋是干那来听牧师讲道，佫较要紧的是讲道了了后壁，咱要安怎去行，以及咱伫咧礼拜线的迄个彼此的沟通，这是礼拜的一部分。所以安尼会通伫咧主日会通看见彼此，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嘛是真要紧的代志。那咱今仔日拄好嘛要公告咱的即个中级的改选的即个名单。拄好伫咧开小会的时阵，佫就是因为即马咱有一段时间是用线顶，所以即个线顶的部分要安怎计算，有个人伫咧线顶，你若讲有伫咧线顶面顶咧参加做礼拜，结果你若无伫咧即个线顶面顶登记讲你有参加，到时阵会怎啊？甲你当做你无参加主日的礼拜，结果你若一年内面拢总无出现你，你就变做丧失迄个在籍的名单，所以若有伫线顶的兄弟，请会记，爱登记你的名伫咧即个线顶，安尼时阵，阮才知影干事才有法度将你的名来甲登记落来，咱今仔日是咱南阳教会60周年，设教60周年的日子，感谢上帝丰恩，带领咱的教会安尼一架子。虽然伫即个过程内面有安尼风风雨雨，但是有缘上帝互咱逐项教育。安尼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伫咧即个开中执会的时阵，也伫遐有决定讲要来加雕来庆祝咱设教60周年。但是牧师也要期待咱会通用着一个无共款的迄款的态度来看待咱设教60周年。就是咱爱搁较侪来自信来看耶稣，就是爱知影咱若是上帝的恩典，咱安尼拢安尼袂通做啥物？若毋是上帝恩典，咱袂通做啥物？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若毋是上帝恩典，赏赐咱逐样的恩赐，安尼咱可能会亲像有的教会落尾安尼人数减少，甚至到关门。咱若去一寡欧洲的国家，特别咱若去到德国，也是去到英国，咱的长老会是对英国来苏格兰来，咱会通去看见有的教会过去安尼教会真东方，但是你即摆你若是去遐观光看的时阵，结果是干那去看一个建筑物，内面做礼拜的人少少。有诶，甚至到尾咱若是有机会去，不管是去美国、去欧洲，会通看见有真侪的教会落尾手关起来，怎啊袂互伊斯兰教做清真寺，这是事实。所以咱得爱好好来看待咱的信仰，安尼咱才袂比较咱的教会，安尼，因为咱无注重咱的信仰，也咱无行伫咧主所欢喜的道路顶面，比较教会来关起来。若毋是上帝的怜悯，咱什么话就拢袂通做。所以咱安尼若为主，安尼做啥物款的代志的时阵，咱嘛无啥物通好偏颇的。
咱嘛无啥物通好夸口，啊是讲提出啥物款的代志要来荣耀咱家己。所以牧师爱伫咧这世界60周年的时阵，咱毋是要来高举人，咱犹原要来高举上帝。上帝伊怎样伫咧这60周年这60年的过程内面，伊怎样带领咱、保守咱，互咱会通行到安尼？因为其实是咱所做这60年，咱这60年内面，咱有所做的任何代志，其实实际上拢是主做。若毋是主圣神引带咱袂通做啥物。只不过是咱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参与伫咧主的圣工的内面。只有将一切阳光归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这才是咱应该有的一款的正确的态度。安尼，毋通讲到时阵讲，因为咱安尼意爱要来高举咱家己的名，直到咱伫咧地上出名，结果伫天顶除名，这安尼就安尼毋好。所以这是咱咱重新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你安尼稳定的中间，带领阮教会安尼60年久。伫即60年来，阮得到主你的丰恩，安尼对无一直到有，互阮甚至搁较有春，阮献上感谢。也愿你的神也不断搁继续来激励阮，也帮助阮，互阮的教会。安尼过来，阮毋若是干那安尼伫遐来安尼自满，阮应该是搁较爱将阮所有的也来提出来，因为遮个拢是主你的，互阮会通欢喜伫咧阮甲着社区以及甲阮所有安尼伫你教会正基体内面，阮来伫遐来彼此来伫遐分享。互主你的名，因为阮所行的所做，就来得到更较大的阳光。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基督圣名，阿免。咱伫进前安尼，牧师有安尼有讲起着人甲上帝是甲人甲人的迄个隔离，真侪时阵是对倒位开始，是对比较来开始。因为比较来产生了惊吓比较来带来迄个隔离。第二项就是安尼，因为妖异比较误解来比较隔离。第三就是咱安尼，因为安尼拄着伤害，毋肯饶赦，比较咱人甲人隔离，人甲上帝隔离。第四就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安尼私利比较破坏关系所带来迄款的隔离。煞接安尼，牧师要来讲起着第五项，就是因为控告来产生定罪带来迄款的隔离。咱怎样来对待迄个犯错的人？是亲像安尼，迄个警察伫遐咧抓犯罪的人，是亲像即个法官，是检察官伫遐定人的罪。如果咱若对犯错的人用着迄个警察伫遐抓罪犯，是讲法官来定人的罪，迄款的态度，就会甲即个犯错的人来比较隔离。就亲像伫圣经的内面，迄内面迄个法利赛人也好，是遐文士也好，因照着侪遐规例来定一寡人是属伫咧无清气的，至到无愿意甲遮个人来有任何的迄款往来。至到来伫遐来安尼隔离，这拄好是甲着耶稣基督的迄款的典范来讲，伊的模范拄好是颠倒。耶稣伊伊安尼欢喜来接纳即个世间的遮个罪人，愿意甲遮个罪人同在，伊欢喜来接近抽象的，甲着伫咧法利赛人所看遐个罪人，安尼同齐伫遐接到，伊并无安尼控告遮个罪人。也无安尼定人的罪，亲像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的内面共款，安尼耶稣嘛无定迄个安尼伫咧行奸淫来去互掠着的迄个妇人人伊的罪，耶稣嘛无安尼着遮有罪人来伫遐来甲结石头，因为安尼来甚至讲要互罪人安尼来到伫死，咱嘛无
无应该来着即个犯罪人来伫遐来因来结石头。反正咱应该人来安怎，来伫遐来安尼讲迄扫啊，吼，来互迄个跋伫咧即个陷阱内面的人安怎有机会会通来爬起来。哦，这才是咱一个应该要有的态度，就甲亲像耶稣共款。耶稣伊伫咧即个行奸淫的即个妇人人，伊伫咧迄个所在伫遐安尼众人围伫遐爱耶稣来定伊的罪时阵，伊无定因的罪。欢喜控告的人是因为伊内心的迄款的骄傲，比较安那甲人隔离。啊，骄傲产生了一寡即个错误的迄款的态度，就是安那，我对，你毋对，拢是你毋对。哦，即款安尼迄款的态度，比较呐，咱面对着彼此的迄款的差别的时阵，啊是迄款的无共无相的时阵，迄款的甲着侪遮冲突的时阵，因伫遐来选择批评，伫遐选择论断，佮提出迄款的侪即个控告，啊，甲着即个定罪，甚至要来刑罚人。对犯了过错的人，安尼用着迄款的讲，用迄个警察抓罪犯，甲着即个法官定人罪的迄款的态度，就会甲着即个犯错的人来伫遐隔离。罪犯若伫咧法官的面前，毋敢承认伊家己的毋对，是因为爱家己来负责迄个解决伊所拄着的迄款的问题。但是咧，若是病患，伊伫咧医生的面前，因是欢喜来承认因家己的问题。怎样讲？因为医生负责来解决问题，解决伊的病的问题。耶稣安怎讲？伊讲健康的人无需要医生，患病的人才有需要。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罪人。来，华语的部分，咱同齐来念：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耶稣将这个罪看作是灵魂的破病，将罪人安尼当作迄个病人。耶稣伊要担任迄个医生，毋是要担任法官。耶稣伊要解决即个罪人的罪，只要人愿意来承认伊家己的罪，当咱安尼看到别人伊有犯罪，安尼也是讲伊有迄个犯错的时阵，咱应该担任的是亲像护士迄款安尼的角色，协助医生来医治即个病人，陪伴别人来去找到安尼耶稣来去安尼找求即个医治。咱毋是要担当迄个亲像即个迄个警察协助检察官来伫遐来逮捕即个犯人，是抓着人的迄个过错，大家毋放安尼。何况是往往咱会通发现，就是往往是咱家己看袂到家己的罪，毋知影家己是需要医生的医治。当咱犯了罪，耶稣毋是要大声来审判咱，要定咱的罪。伊若是安尼行的时阵，咱拢爱面对迄个永远的死的刑罚，甲着耶稣永远隔离。耶稣伊真清楚，伊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甚物货？就是爱人安尼爱得到这个罪人，互这个罪人会通安尼有机会通好来得到悔改。耶稣的模范是用着疼，甲着接纳，伊欢喜要用着疼甲接纳来甲咱合一。耶稣是喜欢用爱跟接纳与我们合一，互咱因为耶稣伫咧十字架顶的迄款的牺牲，甲着伊安尼迄款。伊所做一切的行动，来互咱受到感动，互咱愿意来回转来甲伊合一。然后耶稣伊则用着即个圣经的话语来伫遐来教导咱，互咱了解什么会是伊的心意。咱若有缘无愿意来回头，安尼落尾耶稣当伊过来时阵会怎样？迄个时阵伊就无搁再是医生。乃是迄个审判者，伊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耶稣是救主，伊毋是教主。
伊听咱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来要来救赎咱，脱离迄个罪的迄款，甲着迄个罪大内迄款的死亡。耶稣毋是迄个安尼教主只简单伫遐来教导教义，是讲教导迄个教条、教规，为着要来束缚咱。耶稣伊是救主，伊要伫迄个中间来拯救咱，互咱来得到迄个真正的自由。如果咱若拒绝伊的迄款的救恩，将来耶稣伊就是迄个过来的审判者，要来审判咱一切罪。所以一个真有效的迄款的教育，是毋是大声来审判，乃是大声用着听。就是先来负起对方犯错的迄款的责任，伫咧迄个合一的中间来伫遐来教育，安尼咱才会通来挽回遐个安尼陷落伫咧过错内面的遐个伫迄个中间的遐个遮朋友。伫咧咱今仔日咱头所伫遐分享的，伫咧加拉太书内面安怎讲？伊讲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自己也要留意，免得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也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伫咧这个所在，伫遮到底伊是咧讲啥物话？就是今仔日咱伫咧面对着咱的迄款的拄着。有人犯过错的时阵，咱毋是伫迄个中间来指责因的毋对，乃是爱将迄个犯过错的人，伊所犯的过错，迄是咱的责任。伫即个所在所讲的意思是，迄是咱的责任，毋是即个犯过错伊的责任。因为谁若讲是咱的责任，因为咱无甲伊引带好势，检视。所以，当伊犯了过错的时阵，咱就爱去互相来担当，伫咧迄个中间来担当伊的过错。伫迄个所在讲你行即个所，你行安尼安尼毋好咱应该安怎行？伫迄个中间来甲挽回转来，互伊会通行伫咧迄个正路的顶面，正路的顶面。安尼才是真正去宣传，迄个宣传耶稣基督的迄款的伊的听，甲伊所安尼伫遐所对咱的命令。耶稣伊所行的是先大声先用听，毋是先用定罪。所以伫咧迄个中间，伊无对着即个行奸淫的妇人人讲，伊伫遐讲安怎？讲我嘛无定你的罪，你通平安回去。但过来安怎？以后无搁再犯罪。所以，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当咱看见有人有啥物款的过失的时阵，咱爱知影讲，迄是咱的过失，因为咱无将咱的朋友、咱的甚至教会会友，咱无教好势，咱无甲伊引带好势，逼到伊伫迄个中间来绊倒，来陷落伫咧迄个罪中间。所以，当咱安尼欢喜讲，这是我的错，而不是都是你的错，这一个无共款的态度。当咱若毋是用到迄个定罪的迄款的态度，人伊会因为安尼，伊甲你会有定心来甲你有一个安尼合意的关系。因为咱伫咧迄个中间有主的听伫迄个中间，咱才有法度，互咱的教会安尼哪来哪合意。因为定罪是干那只有带来分离，控告只有带来分离。所以弟兄姊，咱就应该大声来安尼先稳定，后来安尼才来迄个真理。当人犯错的时阵，安尼咱爱学习主耶稣，伊迄个照着迄个安尼正确的迄个次序来伫遐来处理。怎样处理？就是先稳定，才后真理。先听人，了后才来教人。咱透过着安尼先听人，后听人，先听伊来接纳伊，来了解伊，互伊安尼，互伊稳定安那，为着伊来牺牲。耶稣敢是安尼行？
伊为着咱世间人来牺牲，伊来舍己，帮咱即个犯错的人安尼脱离迄个过错，帮助他来脱离过错。当咱安尼先来接纳即个人的时阵，了，才开始互伊真理，教导伊做正确的代志，无搁再犯错。就较亲像讲一个人当伊渡水，当一个人溺水的时候，咱所需要是啥物货？当一个人溺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赶快先救人所以咱大先先救起来，才后来安怎来请到一个教练来教伊游泳，敢毋是？是讲已经咧渡水啊，他已经在溺水，然后安尼你要先学会游泳，先救起来，互伊有命，敢毋是咧？互伊透过着安尼，互伊袂因为安尼互伊开始安尼救起来了，伊教伊游泳，国外伊才袂阁继续来伫迄个中间来安尼渡水。同款，咱沉沦伫咧即个罪恶中间，咱需要为耶稣基督大声来赐落迄个恩典，将咱来甲救出来。国外安怎？将迄个真理的神来教导伊明白一切真理，无搁再犯错。毋是迄个一开始就控告来定罪。第六个第四教安尼，互人甲上帝以及也是人甲人隔离的原因，就是咱伫咧迄个生活中间，咱真意爱看别人的缺点，咱只有干那看见家己的优点。第四教咱来甲人来产生隔离。上帝伫咧安尼创造咱每一个人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为着要互人安尼伫咧迄个中间，咱会通来彼此来伫遐来学习，来互相帮衬。就较亲像讲我毋知影讲咱是毋是拢安尼吼，但是我有看见有真侪的翁仔某是安尼，就是啥物款的情形呢？就是翁仔某彼此的个性拢互补，一个人爱食咸的，一个就爱食正的，所以会弄破鼎，毋是无原因的，但是伫咧迄个中间，就是咱会通看见讲，翁仔某因为有的翁像讲翁较贤做啥物款的代志，某较贤做啥物代志。因伫迄个中间，彼此来伫遐来成全，彼此来伫遐来安尼互相受吸引。即我袂晓，结果你会晓。当伊后来真做翁仔某的时阵，结果才来为着讲为着讲为着这一寡琐事的代志，来伫遐来彼此来伫遐互相来接避对方。咱煞袂去看见讲当初是怎样来互相受到吸引的。敢毋是，就是因为对方伊甲你无共款嘛？伊毋是甲你共款，伊是甲你无共款，恁才彼此来伫迄中间来受吸引，敢毋是？但是咱伫咧迄个中间，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侪的迄款的安尼优缺点，佮伫咱的文化的下面安怎？咱自细汉，咱就习惯安尼将迄个缺点放大。我毋知影咱是毋是安尼款的个性，但是咱会通看见咱的文化内面很习惯的，就是去挑出而且是看别人的缺点，而不是看到自己的缺点。我们的习惯是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自己的什么优点所以伫咧迄个中间咱需要安尼带领咱咱时常爱来放大，因为咱的即个文化的关系，咱习惯放大别人的缺点，却来忽略了别人的迄款的优点，这也是造成人甲人隔离的一款的原因。迄款的只有看见家己迄款的安尼错误的态度，咱就是安怎，干那我好你无好，怎么看都是我好，怎么看都是你不好，我会使你袂使。咱伫咧迄中间，咱
安尼甲人竞比较，伫遐甲人竞争，用着比赢别人来肯定咱家己。咱需要来改变即个习惯，来学习安怎，搁较侪来欣赏别人的迄个优点，来补足别人的迄款的缺点。安尼咱才会通互人，安尼互人甲人吼，咱甲人来彼此来伫遐来合意，来咱会记哩，咱希望别人会通。来补足咱的迄款的缺点的时阵，安尼咱应该爱大声来补足别人的缺点，敢毋是？世间无有一个人是一个安尼讲十全十美的哦，而且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咱无法度亲像安尼讲哦，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的，你也没有办法像我一样。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哦。唔通要要求别人亲像咱。当咱若伫遐来降低对别人迄款的要求的时阵，咱就会通真容易来发现别人身上的迄款的优点。咱身上的每一个肢体，安尼随个拢有伊的即个强项甲弱点。我们身上的这个肢体，我们整个身上的肢体。有我们强项的地方，也有我们弱的地方。同款，当咱安尼，迄落咱唔通用着咱家己的迄款的强项还是优点，吼，来去比较，吼，别人的弱点跟缺点，哦，这样子是不公平的，哦。当我们自己在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的长处。结果我们一直在看着我们的强项跟长处，去对照别人的那个短处啊，或弱点。咱看别人的时阵，咱爱看别人比家己较强，这敢毋是上帝主要所的教导嘛？哦，我们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咱操练迄个。用着咱的正目来看人的优点，来倒目来看别人的迄个看人的缺点。当咱咧看人的时阵，咱两蕊目睭金箍箍来看一个人的时阵，安怎要来认捌即个人伊的本相。搁怪安怎？咱选择咱只有干那转一蕊，吼正蕊，克咱的倒蕊。互咱只有干那看见人的正迄个优点，咱无搁看见人的缺点。咱伫遐随时用着迄个感谢懊恼的话来讲造就人的好话，用着上帝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敢毋是？伊上帝伊看咱做宝贵，敢毋是？所以当咱咧看每一个甲咱无共款的个体的时阵，我们在看着每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个体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学习主耶稣一样，看见的是人的优点，看人为宝贵，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喜爱的那掌上明珠，不是吗？所以咱伫咧咱的日常生活中，咱爱用着上帝眼光来看人，来看因做宝贵，来讲遮个人因的水甲因的善，来掠别人做欢喜，来做阳光。安尼时阵，咱就要甲别人来安尼有一个合一有一个安尼合一的关系。咱伫咧主的内面，互相伫迄个中间来做肢体，所以彼此之间，咱一定有差别。咱的像讲目睭甲耳孔，伊的差别是啥物货？目睭伊看会到，但是安怎？伊听袂到。耳孔咧是听会到，但是看袂见。所以咱应该来肯定彼此的迄款的特点，目睭会通看。耳孔会通听，咱就来欣赏对方伊的优点。学了即个目睭看了真好，即个欣赏着即个耳孔讲听了真好，互相伫遐来补足彼此的缺点。目睭伊会通安尼，伊袂通听见，安尼耳孔就来安尼帮忙伊目睭来听，敢毋是？耳孔看袂见，目睭就来帮忙耳孔看，敢毋是？每一个肢体安尼伫咧迄个中间来安尼。
咱爱来学习呐，肯定咱家己的优点，佮接纳咱家己的缺点，欣赏别人的优点，嘛来补足别人的缺点，来伫迄中间互咱会通彼此来伫遐来互相来安尼讲配搭，来伫遐安尼连结安尼得合宜靠着他的全身连接得紧凑，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等一下这，咱安尼拢是互主所动用、同价所赎回的每一个个体，但是咱彼此也同款，拢有无同款。难免会互别人安尼看到别人的所行所做，无一定甲咱同款，至到咱会袂惯势。迄是因为咱安尼，因为咱照着比较，是讲伫遐枵疑、伤害，是安尼只有看见家己的利益，是控告，看见别人的缺点，至到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产生迄个安尼价值。今仔日当咱安尼伫遐设到60周年的时阵，咱需要来诚实来面对咱家己的性命的境况。解决问题爱治本，毋是干那只有简单治标，咱爱对症下药，才会通来解决问题的根源。只干那看见家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有己是一切的问题的根源，所以要解决，只有简单看见家己的问题，咱只有就是爱下己，就是无己，放下自己，进入一个安尼讲，进入一个看无家己迄款安尼的迄款的性命。既然隔离，互咱安尼看见迄个一人，佮迄个一人伫教牧师进前所分享的，迄个一人就是咱家己，而且佫是即个只有己即个生命，这是是撒旦的工作。安尼要怎样来甲着上帝以及甲人无介意？怎样要互咱进前咱所摕起的？要怎样互一滴水无甲其他的遮的水来介意？就是咱安尼，当咱的迄一滴水，咱选择要放下咱家己，安尼迄滴水才会甲着其他的遮的水来安尼融合，安尼放下咱家己。来解决迄个比较的问题，因为家己已经无过是遐尔重要。安尼，咱无需要用着迄个比较来证明咱家己迄个存在的迄个重要性。当咱安尼愿意放下自己，就是将自己放在耶稣的手里。当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整个放下，弃权，让耶稣掌权。我们就不再产生任何的这些那个怀疑，而以至于产生任何的这个误会、是非对错所有的这是非对甲毋对，拢伫咧耶稣的掌管甲伊的监察的下面。当咱放下咱家己，表明咱愿意来放下过去的这伤害来选择疗伤。来恢复上帝甲人的关系，放下咱家己就是无搁继续为着咱家己，无追求家己的利益。当咱无为着咱家己会通来为着别人来设想的时阵，咱就无搁甲人来介意，反倒要甲人来合一。当咱放下咱家己的时阵，咱安尼，互咱会通来选择听人，接纳别人。人安尼，咱就会要甲人来合一，来负起别人的迄款的责任，放下咱家己，嘛包括就是咱爱放下咱家己的迄个眼光，无搁放大咱家己的优点，煞只简单看见别人的缺点，反倒是咱要选择搁较侪来欣赏别人的优点，来补足别人的缺点。
当咱若放下咱家己的时阵，咱就无搁隔离要带来安尼会通来带来迄款的合一。当咱每一个人，拢亲像迄个一滴水共款的时阵，咱欢喜来放下咱家己，并无表示讲咱安尼爱互咱家己伫咧迄个中间来消失。咱互咱家己即一滴水来伫遐来安尼，讲蒸发掉，乃是要将咱家己来放伫咧一个搁较大诶、搁较有价值的迄款的代志的顶面。即个一滴水，当咱放下咱家己的时阵，咱通选择将咱家己放伫咧一杯的水的内面，是一桶的水内面，甚至是一个水池的内面，是伫咧大海中间。咱要将咱家己一滴水来要放伫咧啥物款的所在？当咱安尼掠着家己毋放。咱就只不过是干那一滴水，敢毋是？袂通做啥物货？咱若将咱家己来放伫咧迄个杯呢，是迄个桶仔内面，以及伫咧即个水池仔内面，共款有是真有限的。共款一个团体，是一个机构、教会，是组织，通带来迄款的影响有限是真有限的。如果咱若欢喜将咱家己的一滴水，是讲教会一桶水共款，甚至是一杯水、一桶水，安尼一滴水来放伫咧即个大海内面的时阵，咱若看袂着咱家己，而且咱甲大海即个安尼讲合一的时阵，就要带来迄个讲无限的迄款的快乐。迄个大海就较亲像咱上帝共款，伫咧大海迄个无限的迄款的价值的迄个资源，甲无限的能力的内面，咱就要看见咱参与伫咧上帝伊的国度的内面。当咱看见迄个搁较有意义的、搁较有价值的代志的时阵，咱就欢喜来放下咱家己。咱若搁讲到转来，亲像咱每一个做父母的，当咱伫咧看见咱家己的家庭的时阵，咱就欢喜来放下咱家己，为着要互即个家庭会通搁较好势，敢毋是？欢喜来为着即个家庭来付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嘛共款，当咱看重即个国家的时阵，咱伊就无搁再来安尼。看重伊个人的利益，伊愿意来放弃伊个人的利益，为着即个国家来付出。上帝国是耶稣伫遐来掌权的迄个国度，同款当主耶稣安尼知影着伊的即个国安尼要临到伫咧即个世间的时阵，伊欢喜来安尼讲放下伊家己，伊欢喜来牺牲伊家己，当伊安尼来做的时阵。上帝国就安尼临到伫即个地上，就迄个黑暗的权势也无法度来伫咧中间来掌权。所以当咱若安尼会通看见迄个上帝国临到的时阵，咱就要来看无家己，愿意来为着上帝国来放下咱家己。耶稣伊看见上帝国，伊就放下伊家己。咱共款，咱个人嘛无啥物款的了不起的。咱只有愿意来将咱迄个有限的家己来放入去伫咧即个上帝国度的即个大海内面，上帝就会互咱来进入迄个无限。只有当咱安尼将着家己安尼放伫咧即个大海内面的时阵，将咱家己放伫咧上帝国度内面，咱就会通带来迄个无限的迄款的影响力，要来影响即个社会，要来影响规个国家。安尼，咱就要将咱家己的即滴水，到底你要放伫咧啥物所在？这是咱需要去做决定的。咱是要掠着咱家己，掠着咱家己的教会，是要进入上帝的国度、上帝的迄个国内面，来成就上帝的心意，伫咧即个社会。这是咱今仔日咱需要好好来去珍惜，特别是伫咧咱设教60周年的时阵，咱过来咱要做啥物货？就较亲像咱小会伫咧讨论讲，咱70周年的时阵，咱咧讲要献堂，到底即个礼拜堂要起做啥物款的？
这是小会伫遐咧想的。所以小会伫遐讲大仙讲安尼，咱就安尼先无邀请其他的遮个对建筑安尼有即个相关的遮个知识的遮个咱的兄弟来参与伫咧即个建筑小组。先大先是由咱的小会员伫迄个中间来讨论讲，咱的教会当过来，咱要伫咧即个社会、即个社区要做啥物款的代志。所以咱伫迄个中间，小会员伫遐来计划，咱过来，咱的新的建筑物要有啥物款的功用。当咱若设定好势了，才来邀请到遮个安尼伫建筑顶面有专长的遮个兄弟来参与伫咧即个内面。这拄好下伫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今仔日咱到底咱要怎样来做伫咧特别是伫咧即个安尼设教60周年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做？求主帮助咱，也圣神亲自引带咱，互咱有搁较开阔的迄个心，咱会通看见主伫咧咱的教会到底伊欢喜爱咱做啥物款的代志，咱就做伫咧迄个中间。所以牧师今仔日伫遮分享有缘共款有几个问题要来甲咱来分享期待咱就较亲像即段经文咱会通来好好来去亲像，当咱看见上帝的国的时阵，咱要用一什么款的态度？上帝的国要临到的时阵，天国那亲像安那？那亲像一个生理人伫遐咧找一粒真水的珍珠共款。当伊找到的时阵，伊一个找到即个真有价值的珍珠，伊是要欢喜来变卖所有，来去买迄粒珍珠。今仔日咱的教会，咱到底咱意爱上帝国临到，安尼的时阵，咱需要做啥物款的代志？咱需要放下啥物款的代志？所以牧师伫咧中间，搁一摆来邀请咱来好好来亲像，伫咱即礼拜的时阵，咱会通好好来想，真侪人伫咧即个生活内面用着即个警察也是法官的迄款的态度来安尼对待即个犯错的人，咱要怎样来避免？耶稣伊互咱啥物款的模范？所以这是请咱来好好来想。第二个，咱如果安尼避免放大别人的缺点，来忽略别人的迄个优点，造成迄个。是怎样会来去造成咱甲迄个人际的迄款的隔离？咱要如何来避免来放大别人的这缺点结果来比较忽略别人的优点这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有搁较安尼对伊有搁较侪的领受。第三，为虾米会放下咱家己就会安尼无搁再甲别人来隔离？咱伫生活内面，咱有啥物货是无法度来放手交互耶稣的？搁当咱放下咱家己的时阵，要进入即个上帝国度，会带来啥物款的困难？咱有欢喜要安尼来做，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咱即几礼拜，牧师一直不断伫遮来分享的时阵，咱有欢喜要安尼做。当咱伫咧面对着咱的性命的迄款处境的时阵，当圣神伫咱的内心伫遐来对咱讲话的时阵，也求主帮助咱，互咱欢喜会晓来谦卑顺叹上帝伫咱的心内对咱所讲的话，就咱要做出一个无共款的选择，甲行出主所爱咱行的，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阮照着阮安尼即几礼拜，阮所看见的，主求你是阮怜悯，互阮过来，阮无搁再彼此来伫遐来比较，阮也无搁彼此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控告，也是彼此伫迄个中间只有看见别人的缺点。
主，阮要搁较济，是要来学习像主耶稣共款。主，阮要将阮家己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的款式。互侪人因为阮甲人，阮欢喜甲伊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就因的性命也要甲阮领受对主你来的疼。愿你的神不断来催逼阮，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无搁再甲别人隔离，咱是要搁较侪来注神看耶稣，互你的神不断来引带阮头前的路障。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叫做叫做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来圣礼典，请咱来吟圣诗354首。咱要来洗礼，圣灵洗礼。咱咧吟圣诗的时阵，请圣灵洗礼的两位王天树老师甲着朱邦豪来到伫台前吼。咱同齐来起立来吟圣诗354首。我们的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兄弟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日我也如此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悔改，告别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的记号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结连在一起。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王天士、朱邦豪，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
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可以大声一点，让人家听得到。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王天使，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们。朱邦豪，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教会以及南洋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点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结连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遭到试探时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们能一生一世服侍你。我们的主上帝，求你使我们从今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之后，能够更加明白受洗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以至于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真心悔改，引导我们回转归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请转过来。我们还没有，我们要先来接纳。来，那个往后站，往后站。王天士老师哈，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哈，他不是不接受这个信仰，他是要自己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信仰，而且他甚至他自己告白说，我如果做不到，我就不敢洗礼哦，所以这个他是对这个信仰非常的看重哦，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今天这样子的愿意在众人面前跟上帝面前来宣告自己的信仰。邦豪，我们感谢神一路因着妈妈这样子带着他让他接触这个信仰让神自己来改变他，所以他越来越好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这时咱请咱所有的小会员来接纳嘛请咱的退任的长老同齐来接纳。是。这个不行。好，我们恭喜他们再一次拍手鼓掌好，对，不错。这是咱要来守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64首，
咱等下咧吟的时阵，咱敢若吟迄个头前的即个会场的部分，甲着第一节吼。伫咧咱领受圣餐的时阵，咧发饼发杯的时阵，咱就安静，咱的诗班会吟诗吼来陪伴咱安尼来领受即个圣餐的即个饼甲杯。咱今仔日的圣餐较特别，因为即马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的迄个饼我们的那个薄饼咱的薄饼是都有一层的塑胶，一个小塑胶袋所以等一下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等一下是我们的长老会拿那个饼交在你们的手上我们的长老会拿饼交在你们的手上。那个我们的杯是像果冻那样子的一个杯，那上面都有一个胶膜，所以等一下我们在领受杯的时候，你再把那个胶膜撕开来喝，这样子那你那个为了那个就是环保起见你那个胶膜不要整个撕掉，撕到剩下一点点，让它连着这样子到时候再收的时候比较好收那等一下我们就没有收杯而请你们就是将那个塑胶的那个像果冻的那个杯我们等一下自己拿去垃圾桶丢掉，这样子大家这样子说明。然后这是咱的吟圣诗364首，咱坐咧吟就好。我就是活命的饼，求君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求君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
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事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咱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遮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遮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若你有伫其他的教会嘛有洗礼，不管是成人洗健身礼拢欢迎会通甲咱同齐同道来领受上帝恩典。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食了会安尼捧杯，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纪念啉的时，着安尼行来纪念我。咱要啉的时阵，才剔开吼，先摕着就好，较袂压出来。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咧领受的时阵，请咱安静咱的心，来孝念主，为着咱的罪所流的血。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伫地。咱同心来祈祷。
愿感谢，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所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呾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是咱来奉献，请黄俊辉执事、吴素锦执事来书献。咱目前伫咧线顶的会友吼，因为咱若伫网络会当来到教会，要紧咱会当将咱要奉献的金钱先录伫一个笔录内底，等咱有来到教会时阵再来奉献。嘛会当用这个转账的方式吼，弄会使哩。
拯救，互阮会当真侪天父的家己。祝阮是科顶有福气的人。祝今日是阮教会60周年的生日。祝阮伫遮纪念阮教会的一个事工，一个先人因所做的。祝阮感谢你，安尼所在为阮陪伴一个属灵的家。祝阮献上阮的感谢。今日阮有手上餐，阮有2位兄弟来受洗，真侪上帝国的子民，就是有黄天士老师甲周邦豪弟兄。祝求你的圣灵时刻与他们同在，保守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现在奉献一点金钱，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念本周的金句吼，伫咱周报的第4面这个所在吼。本周金句吼，本周的金句。因为咱学堂啦吼，学堂的关系，所以就拢读一遍啦吼。华语、台语拢读一遍吼。台语的部分吼，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吼。咱做伙来读。耶稣讲：“我嘛无甲你定罪，你转去以后毋通搁犯罪。”过来是华语的版本吼，咱做伙来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过来，咱今仔日是咱释教的60周年吼。咱每一年的这个释教纪念主日，咱拢会颁发奖学金吼，来鼓励咱这士师啊吼，搁较认真拍拼吼，伫信仰甲因学业的这个进步顶悬。咱要颁发信德奖学金吼，迄个名单伫周报的这个第5页这个所在吼，先来颁发。国小组啦吼，所以咱拄啊若注意听吼，即个门后壁吼较热热吼，小朋友伫遐等。国小组的部分有9名吼，林信谦，这是李丁乐的孙啦吼，迄个恩亲甲伯祖的囝吼，过来李木慈。这嘛是李定乐的孙啦吼，恩心因查某囝啦吼，过来钟美如，袁伟吼，因妈妈是袁伟吼，吴袁伟，过来是李信慈，这嘛是李定乐的孙啦吼，嘛是邦定乐的孙，对吼，过来曾丽琪，Rich 电定乐的孙吼，郑润的囝，过来是郑彩缇，因爸爸是钟胜吼，过来是以谦，这嘛是李定乐的孙吼，过来庄宗仪，洪顺弟兄的孙吼，爸爸是盛伟吼，过来是吴舒服，舒服哈，好。这个吼，这个奖学金吼，拄啊谁的孙上济？李定乐吼，咱请李定乐来颁哈。
来，小朋友，我们往前面看了哈。好，敬礼啊，恭喜！煞接是国中组哈，有7名哈，7名哈。林定谦、曾子荣啊，大概看到这名指示条啊，这名是我们奖学金委员会的总干事了哈，特别感谢他。曾子荣过来，吴怡耀、薛谦信。吴怡耀哈，薛谦信，谦信有来吗？谦信有没有来？那爸爸有没有来？好，妈妈有没有来？美珍老师啊，美珍老师今天在上分班哈。好，过来，那可能要请辅导带领了哈。庄乔恩有没有来？乔恩啊，再来黄瑜珍，黄瑜珍啊，好，那妈妈带领哈。好，再来李云欣，好，也是妈妈带领哈。好，这个都妈妈带领，所以我们就请郑长老啊来点听乐哈。好，我们看前面哦，好来，我们请嘉靖干事帮我们拍哈。好，恭喜！好高中组哈，高中组有1名。是张少忠夫妇纪念奖学金哈，黄瑜杰。不过黄瑜杰今天去阴检了哈，所以请妈妈哈，请阿嬷哦，请阿嬷哈。张布慈老师唔知道来不？布慈老师没有了哈，好来，安尼马紧，我们请冯长老。好，来看前面，看前面哈，好，好，我们恭喜啊哈，恭喜。过来是大专组哈，有7名，曾木恩，好，可能请妈妈带领了哈。再来张庆宇，好，再来林晨琪，好，请报枢纽了哈。林子堂、林子佑，拢无来哈，请慧丽长老带领是不是？好，过来林嘉文，也是请牧师娘哈，过来黄宗胜，黄弟兄啊，因为有牧师娘，所以我们请牧师来颁这个奖。恭喜！2包，这嘛是2包，代表2个。掌声，恭喜！好，请牧师哈，我们一起看前面了哈。好，恭喜！过来咱迄个迎新报告哈，来伫报告的大声唔走
第一届来到咱教会无？因为即摆逐个拢挂喙烟吼，有当时啊人无啥会认哩，你知影吼？惊会认了毋对去吼。有第一届来到咱教会兄弟无？好，无咱就来看迄个周报的内底报告吼。请咱大家先来周报的即个报告事项第5页即个所在吼。本主日是咱教会设教60周年纪念主日，咱举行感恩礼拜甲圣礼典吼。成人洗礼的部分就是黄天士老师甲朱邦豪弟兄吼。第2点就是咱拄仔已经有颁发信德奖学金吼，即个名单就咱兄弟过目，我无搁一一来念。第3点9月26小会国语事项吼，有4点，第一就是接纳黄天士弟兄甲朱邦豪弟兄洗礼的问答，过来就是接纳2021年临时会员和会中级改选的即个家庭长职候选推派单吼，这两面我会讲。过来第3点。接落基金内底吼，咱土地银行划存的即个一部分的项目吼，转去定存吼，伊即个有靠利息的吼。第4点就是接落信德奖学金甲张少忠夫妇纪念奖学金的名单吼，就是咱拄仔颁发即个名单。第四项就是咱9月26中执会有国语的事项，第1点接落9月份的收支汇报表，第2项是。接落咱补充直播相关的设备吼。第3项是接落中央节这个礼券的发放吼。第4点是接落咱2022年度月历的采购吼，就是有国语要送咱教会每一个家庭吼，有一个月历吼，咱顶年有送过吼。过来就是接落圣诞歌的这个采购吼。过来第6项是接落咱圣诞的布置吼相关的安排。第7项是接落本会圣诞节咱逐项的活动吼。今年的活动咱就是因为疫情吼变化较紧吼，有当时也毋是咱会当预料的吼。所以虽然即摆是较平稳啦吼，毋过后壁的变化毋是咱会当了解，所以咱是用着改变即个形式吼，实际来关怀，就是像拄仔牧师所讲的吼，咱来关怀社区内面较弱势的家庭吼，以及迄个天使树的活动吼。来参与吼，所以这个部分，过来会有较具体的方案吼，牧师才来担任这个调集的工作吼，咱兄弟大家来参与安尼啦吼，嘛咱的教会真侪，就敢若亲自牧师拄仔讲道所讲到的，咱这个水甲这个社区是融合在一起吼，咱将对这个社区的一个帮助吼。第5点，下一个主日是双年时光纪念主日吼，礼拜中特别安排。由咱本会双年团契参与逐项的服侍，请咱兄弟为着双年的时光来关心大道甲奉献。第6点就是咱10月24吼，10月24，东港是学堂的礼拜，要举行中级改选吼，10月24号吼，就是过3礼拜吼。咱请咱兄弟吼来参加吼。会员的名单甲候选的名单吼，对今仔日开始的公告。然后伫11月7吼，礼拜后要举行应该是新任的即个中级的训练吼。下边则有写到一个拄仔咱讲的即个家庭中级候选的推派单吼，就是为着要让咱教会更较侪兄弟拢有即个机会吼来参与。即个教会服侍吼，所以咱照伫教会法规的解说文第52条第4款的即个新事的约定吼来办理吼，就是有一个推派单。咱若是请咱兄弟先来第6页即个所在吼，若是咱翁仔某拢是中级的候选人吼，通家己来推派一位做代表吼，来参加即个候选吼，就是讲。2个人吼，推派1个人出来。若是2个人拢是有即个候选的资格啦吼，咱通啊派1个出来，安尼更较侪人通有即个机会吼，来参与中级的服侍。第2点就是讲，咱家庭的成员当中吼，若是咱的囝已经结婚啊吼，伊成立家己的家庭，
照伫圣经的教示，迄就是家己一户，吼，伊就是家己一户，吼，嘛是共款照即个规则来处理。若是讲咱的囝儿吼已经大汉大人啊，但是伊还未结婚，即个时阵就是甲老爸老母共款算共一户啦，吼，所以就是即户内底就是推派一个人，吼，来代表参与即个中级的候选，吼。咱也有即款的情形的兄弟，吼，咱伫交台道遐有一张吼家庭长职候选推派单，吼，再请咱来填啦，吼，安尼对伫咱的教会参与会更较好啦，吼。当然讲这是毋是一定，吼，来就是即张啦，吼，有即个家庭长职候选推派单，吼，所以咱要派些人出来，吼，代表，吼，比如讲我用阮兜做例啦，吼，就是写我的名，吼，歹势，阮翁仔某也袂参详的，当然像个人要出来嘛是会使啦，吼，就写伊的名，安尼大家知影啦，吼，就是写一个人，吼，处理的成员，吼，写伫遮有候选的资格的人的名，表示讲这个人拢同意啦，吼，你厝的等于吼，若超袂好势吼，弄要出来选嘛无要紧啦，吼，毋是讲一定袂使的，这先说明，好无？吼，总是教会毋茫讲安尼，就会当搁较侪兄弟有这个机会，吼，每一个家庭拢会当有代表来参与这个服侍啦，吼，我想精神是伫这个所在，吼，嘛甲大家报告，互大家了解，吼，过来就是咱迄个具体的消息的部分，吼，咱第一点，台湾圣经公会有发行现代台语新旧约的圣经，就是咱即马伫读迄个版本，吼。咱兄弟若有想要读，若想要买吼，通先来登记啦，吼。大家应该有发现，即马伫读的台语吼，较白话有啊，吼，就是甲咱即马讲的台语较接近啦，吼。迄就是现代台语啦，吼。若有要买的兄弟吼，咱会通甲干事来登记吼，即马买有8折啦，吼，打8折。第二点就是10月16到23号，伫咱教会有办一个迄个高龄关怀事工小组吼，咱若要参加的兄弟吼，会当来甲干事报名吼。过来大岛的事项吼，就请咱兄弟看这个满岁函吼，顶悬有兄弟有这个大岛的需要吼，咱则伫平常时咱祈祷的时阵为因来提名大岛吼。过来就是注意事项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过目。简单讲，随时咱会照着迄个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吼，像咱今仔日就坐较侪人，吼，因为就是有较放宽啦，吼，因为即马游览车嘛通满载啊嘛，吼，所以就是有较放宽，吼，原因就是伫遮，但是还是要戴口罩，吼。好，过来咱第7页这个所在，顶周的聚会出席吼，奉献报告，请咱兄弟来过目。过来这礼拜吼，咱轮到服侍的兄弟吼，请咱备办心。上尾也是咱的过期报告吼，请兄弟来过目。若是有登记吼，有重大的所在吼，无要紧，再甲干事来做一个更正吼。好，以上毋知牧师有补充无？好，安尼咱即时来进入咱的公道，请咱压头来祈祷。天父的宝贝，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互阮诚侪你的囝儿，阮有福分。上帝，你讲，既然伫地上2个人以上奉你的名自集，你就甲阮三个伫地。主啊，你的名赢过世间所有的一切。主，阮即马要奉着你的名，阮为着真正论弟兄路人杰执事、陈金怡姊妹、王依兰执事，为着因来祈祷，上帝你赏赐因气力、信心，甲因三个伫地，圣神藉着因的引带，上帝你藉着因的帮助，亲手扶持医治。宝贝，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阮嘛相信。上帝，你的确成做因一生的引带，主，阮深深感谢你。主啊，我嘛要特别感谢上帝，你伫今仔日，王天士老师、朱邦豪弟兄，因会当
洗礼，真侪阮的一体。恳求上帝圣神伫继续引带因，互因知信仰是一个日日长进的过程。阮毋是一个忽然间会当了解上帝你的作为，总是上帝你互阮对伫信仰的影仔会当渐渐来长大。我嘛恳求上帝你互黄天士、朱邦豪两位兄弟伫信仰的顶悬得到上帝你的造就。嘛，阮就亲像牧师所讲的，阮一滴一滴的水，大家合一看无家己，阮专心专务伫上帝你的道内面。主，阮感谢你。我嘛特别恳求上帝，你互阮伫这个疫情的当中，阮虽然有一个兄弟对伫拍疫苗这件代志。将阮心中的惊吓摕掉，互阮知上帝你的确保守，上帝你的确甲阮三个伫地。阮用祈祷来到你面前，向你来找求这个力量。爸爸，你帮助阮，甲阮三个伫地。我嘛要特别为着阮伫这波的疫情当中，阮知教会内面有一寡兄弟。经济受到影响，主啊，恳求你体贴因的需要，看顾因的困难，爸爸，你为因来安排头前的路站，互因会当倚靠上帝，看见光明的希望。主，阮感谢你，恳求你教阮这兄弟三个伫地，安慰阮心中的艰苦，以及看顾阮兄弟的需要。主啊，感谢你，互阮教会伫遮徛在60年。阮伫这个60周年的时，阮往前看，恳求上帝，你互阮看见你爱阮伫这个所在徛起的异象，互阮知，阮伫过来，阮展望后一个10年，阮的教会应该扮演什么款的角色？特别是伫这个社区。阮望，互阮的教会，阮会当有将这个上帝你听的精神，甲社区来分享。阮诚做社区的光灯，诚做社区的帮助，互阮四周围的人，搁较侪人会当知，因为我看见教会的付出甲努力，互会当了解基督的精神。阮会当将上帝你所教示阮圣经的道理，伫阮日常的生活行出来，互社区的民众甲阮更较合一。阮愿意看无家己，总是将基督的精神、基督的听，更较会当甲社区的民众来分享。主，阮感谢你，爸爸，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求你引带阮的路站，保守阮每一个脚步。阮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说，咱请牧师来祝祷。我
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免。非常请坐，灭道必会。